有咁靚景嘅海灘，仲使咩去馬爾代夫啊？未嫌遠，惠州嫌逼，又想要三亞嗰種西海岸度假感，低預算，真小眾就衝茂名浪漫海岸，日頭搭浪玩沙，晚上狂歡嗨趴，去過嘅人都讚不絕口。嚟料啦！我哋今次揀咗溫德姆豪庭房型平替版嘅東南亞小院落，只要我唔講，邊個知只要開車3個鐘就可以到嘅茂名呢？酒店外面無縫連接5.3公里嘅奶粉沙灘，沙質細膩到好似奶粉咁，赤腳踩上去就好似踩喺雲上邊，每一步都超級治愈。想要再有度假感啲，可以租台跨斗車，暢行喺椰林樹影之下，零頭都唔使就可以有國外休假 feel 啦！一個巨大嘅 Love 地標，望海秋千，空氣入邊都彌漫住浪漫嘅甜味。沙灘上一排排椰子樹，仿佛好似置身巴厘島，隨便構圖都係自帶濾鏡嘅 ins 風大片，超級適合打卡告白影相。至令人心動嘅係嗰座水晶教堂啊，純白而聖潔，好似行入咗某個電影嘅場景。浪漫海岸果然名不虛傳，相比人逼人嘅沙灘，呢度安靜到好似私人海灘咁，水上樂園戲水，最骨子海日落，將浪漫同鬆弛感都拉到極致。重點嚟啦！10月份浪漫海岸加勒比海聖節奇幻派對正式開啟上線，一到夜晚呢度就會變身粵西自強沙灘派對現場，參加變裝舞會派對、電音狂歡，7大新區從日嗨到夜。提前同你哋劇透，絕對值得期待。浪漫海岸將沙灘玩出 N 種花樣，省內都無法複製嘅寶藏沙灘，快啲嗌上你嘅驢友搭子一齊出發啦喂！大灣區周末出行攻略，記得關注我啦！